捱足18年，英 Sir 周俊偉試過數毫子買油菜。英 Sir 喺劇中搏命捉 Pandora， 現實中周俊偉都捱足10幾年，由初戀嗱喳面做男一，到最近警戒線先多人識返。死啦！會唔會就咁從此之後就冇啊？就飛嬲咗啊？會唔會冇辦法再支撐自己嘅生活啊？得我喺呢一行上面，相對上面嚟講，我嘅運氣已經算係唔差，即係起碼我會有譬如警戒線呢啲角色俾我啦。同我自己本身對做藝人呢一個行業嘅心態有關，做演員係需要低調啲嘅，因為你入去戲院睇嘅係我演出嘅嗰個角色，所以你喺現實生活當中就唔應該俾人太深入嘅一個形象。我可以話俾你知，我係難生存啲嘅，咁但係我都仲生存到，證明我都未係錯得晒嘅。最困難試過數毫子去買碟油菜 ，studio 差唔多要閂嘅時候，去到捱唔住嘅時候，冇唔好聽嘅説話，因為冇人知，我自己冚埋晒。自己硬嚼晒嘅，捱過去咯，拍戲咯。我成日都諗住轉行，揸車又好，紮鐵又好，紮鐵都幾好撈㗎，順便健下身添。當有一啲咁嘅諗法嘅時候，好快又會有人撳住你。我屋企就反而唔會啊。係啊，你轉行，絕對係有好灰嘅時候，喺心裏面嗰隻鬼就會出嚟講呢啲嘢。你唔得㗎啦，我都冇人揾你啦。咁但係咁樣反而係提醒咗我。幾時都要有一個危機感嘅存在。嚟緊 Facebook App 有得 download 啦！呢個 App 有齊本地同埋 K-pop 最新最快嘅娛樂資訊，大家快啲去 download 啦！